高雄的中山大学常常会出现高山仔，不过最近有一个查某学生因为高山仔挖过来要拍开伊的卡网，害这个学生是错一条，过程拢有吸落来。不过有专家表示，这个学生用闪光灯来照高山仔的掠准，伊是咧甲伊起无空。高山仔一挖来，就想要开伊的卡网，查某学生紧出声甲话。我刚拿闪光灯拍他，他想要开我的包包，我的妈呀！卡网差一点就互高山仔抢去，读中山大学的查某学生，甲迄时的状况翕落来，也拿高山仔抢食米的情形，中山大学的学生已经成关系，阁有别个查某学生提供旧年去互高山仔抢食米，阁有袂少高山仔甲家己乌多摆占掉的影片。就是如果你可能只是放在就是手就挂着，他可能就会来抢抢看。后背包的话要背到前方，比较不会被抢。放在后面也会吗？放在后面有可能也会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变聪明了，他们看到后背包后面如果有放饮料之类的，他们也会。学校表示，新生训练拢有选导防范的方式，亲像是卡网爱抱伫咧胸坎头前，也是手较爱摕塑胶袋甲食米。专家也提醒，影片内底的查某学生用手电仔也是闪光灯甲照，会互高山仔认为有威胁，就出现攻击的行为。不建议说拿闪光灯啊，或拿手电筒一直照猕猴，因为你有可能会引起他的愤怒啊，或是他会觉得说你是在想要攻击他等等的行为，所以还是建议就是把包包抱在胸前，然后离开。专家也提供影片来提醒民众，若卡网放伫边仔有高山仔挖来，直接徛起来了，甲卡网提走就好啊，避免甲高山仔对上，就较袂发生冲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